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晚安。非常高兴我们一起聚集在上帝的面前，我们要一起来操练新家人关怀学校的课程。现在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你真伟大，主啊，我的神，我每逢观看，举目观看你手所造的一切奇妙大功，看见星宿，又听到隆隆雷声，你的大能遍满了宇宙中。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让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我们一起能够高歌颂扬上帝的伟大，是从我们的心中，用我们的信心，用我们的赞美，用我们的喜乐的心，来称颂上帝创造的伟大。主啊，我神，我每逢举目观看，你手所造一切奇妙大功，看见星宿，又听到隆隆雷声，你的大功遍满了宇宙中。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45首，你真伟大，何等伟大！当我想到神情远在他爱子，将是生命做几乎不领会，主在世家，甘愿背我的重担，流血舍身，为要赦免我罪。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你真伟大。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当主再来，当主再来，欢呼声响彻天空，何等喜乐！主接我回天家，我要跪下，前恭敬崇拜敬奉，并要颂扬神的你真伟大。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灵歌唱，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感谢你，当我来到主你的面前的时，主，我意爱夜目来看，看主你伫我的生命中所行的神迹奇事。主啊，我看见主耶稣为我钉死的十字架顶，甘愿背起我的重担，留伊的宝血为我来赦免我的罪。恳求上帝你帮助我，让我常常伫你的面前，将我的灵放伫你的面头前，让我的心真实对主讲：主啊，你真是伟大，你真正疼我的心，让我会当看见上帝你真实的疼。愿上帝你搁一摆来帮助我，让我常常活出主你真实伟大的
俄乐的生命，恳求上帝你帮助阮，继续来为主你保养上帝你美好的救恩。感谢俄乐主，愿上帝你圣神加做阮的帮助，靠主耶稣的名来祈祷，阿门。大家平安。我们一起来看，天气寒冷哈，那恳求神哈，让我们一起从他的话语哈来领受更多满满的火热的心哈，来为主做工了哈。那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我们的新家人关怀事工的侍奉学习。那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我们的第25页哈，25页，在我们的25页第4点。新家人关怀同工的态度。之前我们第一部分讲的是心，那我们接下来谈到的大部分都是态度，生命的态度要怎么去做。有时候我们心里面想的，但是态度不对哈，那个行动就做不出来哈。我再讲一次哈，这为什么它的编排是心？先讲究同工的心呢，就是说心里面想的跟态度实际上也是有关系哈。一个人的态度如果他对了，他的心所想的，他会想要去成就，想要去实践它。好，所以我觉得态度很重要。那我们一起来看态度4，我们要有守诺言。基督徒要有一个态度，就是怎么样对神做回应。我们对神的回应，实际上跟你的态度有关系。但是这个态度呢，一定要放在守信用。好，守诺言跟几信用，是不是？是嘛？好，我觉得只要是人聚集在一起，不管你是跟神跟人，其实我觉得这个诺言是一个怎么样讲，群居在一起，不管你是跟神，或者是你跟人的关系，其实我觉得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粘着剂啦。只要你会守诺言、守信用，你会发现你跟这个人或跟这个神、这个上帝是会产生一个密切的关系。所以，如果一个人他不会去守诺言，其实你会很快的发现，自己会很容易在你所说的话上面会有很大的冲突。好，我简单讲哈，你爱不爱上帝？我们爱不爱上帝？我们说我们爱啊，可是你会看到很多基督徒的生命上有没有表现出真正爱上帝的心，其实是有差别的。好，一个爱上帝的人，他实际上他对很多事情，包含他对教会所做的工作，包含他生命的这个信主的生命的态度，一定会有一个叫做信用关系啊。所以我一直觉得说，如果我们说主啊，我相信你，我保证我是神你的信徒，而且是爱上帝的。可是这个上帝的诫命一来上帝的使命一到你身上要你怎么做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有一个挣扎牧师特别感触很深因为牧师时常都是要请同工、请弟兄姐妹一起来帮忙，一起来做事情，一起来做主工。可是呢，往往每一个人都一定会想到一个问题：我的能力，我真的要这样做吗？我现在真的没办法。我现在的牧师啊，你再找别人好了啦我真的心有余而力不足啦。那我就在想什么叫做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们对上帝说：“上帝啊，求你帮助我。”上帝会不会跟我们讲说：“我心有余而力不足？”会不会？不会嘛。上帝对我们，如果他会对我们讲说：“我关心教会太多间了那你现在你的祷告可能我现在很忙我没办法应允你你觉得上帝是应允我们的祷告的神吗？会不会？会啊。我们都相信上帝会应许我们祷告，上帝也是爱我们祷告，他也是听我们祷告的主。甚至我们主为我们叩门，我们愿意为他开的时候，神就要进到我们生命里面，我们都知道。可是我们要知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约定关系。我们都知道上帝用彩虹跟我们立定约定，对不对？对不对？那么如果彩虹是一种约定，那么我们一定有约定，就会有什么？就会有承诺关系啊。这个刚才讲为契约、合约关系所以今天我们要一起探讨什么叫做守诺言。如果一个新家人他进到教会的时候，我们跟他说上帝爱你，可是实质上我们却没有真实的。牧师时常说我们要眼睛对看对方，甚至要对他
露出微笑，甚至要时常跟他有互动关系。如果连这种承诺、这种信用的承诺，我们都基督徒办不到，那么牧师要问各位：我们何能可以说我们是爱上帝的？那更不用说是爱人。所以，其实新家人关怀学校它里面谈到一个新家人关怀的同工，他打从心里面一定要有一个态度，就是守诺言的态度。第一个，你一定要先对上帝守诺言。待会我们来看几段圣经节，都是谈到有关我们跟上帝那个承诺的关系。因为上帝应许我们，他要祝福我们，我们也对他一定要有这种承诺的关系，而且对人也应当要如此哈。好，我们一起来看一段圣经节哈，箴言第12章第22节。箴言第12章22节。好，我们一起来看哈，22节，来说谎言的嘴为耶和华所憎恶，行事诚实的为他所喜悦。23节他说什么？通达人隐藏知识，愚昧人的心彰显愚昧。我要跟各位分享这两段经节，这两段经节实际他讲的，它是一个并排式的哈。他讲到第一个，言语诚实。好，上帝喜悦。但是后面他讲到一个通达人隐藏知识，就是说，当一个人诚实的当中，哈，也要有所什么，也会有所节制啊。好，咱哪里敢讲哈？你爱上帝吗？我们实际上那个新天老师哈，大部分人家问你说你爱上帝吗？你会发现人好像进入一个两难，到底我有没有尽到做好爱上帝的心？好，然后我会坦白讲哦，我觉得我可能做的不太够。那有些人有没有常常讲？你有没有听过常常有人讲说他爱上帝？有没有？好像大部分的人都会说他爱上帝，对不对？大部分的人好像都是说他爱上帝的。可是呢，他这里讲到说，行事诚实的是为他所喜悦。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要什么都诚实讲？是不是？感觉上好像是这样嘛。我们应该都要什么都诚实讲。可是哦，23节他说通达人隐藏知识，好像有些东西，当你问一个人的时候啊，他并不是很诚实，你会隐隐约约好像他又反问你一些问题。可是很多人都会称呼这种人哈，讲话好像特别的有智慧，他好像没有讲什么，可是他又会隐藏一些让我们去做思考的动作。我觉得这种很像通达人，他不用讲很白，可是他就隐约就点出了一些答案。所以呢，这里我们一起来看第16节。好，其实16节就有讲到一些答案了哈。16节他说：“愚妄人的恼怒立时显露，通达人能忍辱常修啊。”我要问各位一个问题哦：基督徒要不要守诺言？要不要？那个子安，那个麦克风，因为我们只有那个放在新天老师这边好了。今天就麻烦新天老师来跟牧师对话了我觉得挑战牧师都没问题。你问一些问题，我觉得我们可以，因为有些人在观看直播我觉得可以值得我们去做思考了所以你要讲的时候，再麻烦你拿那个麦克风拿那一个我们可以分享一下你觉得我刚刚讲说这个通达的人就是说我们一个守诺言的人。好，我们这样讲好了，因为我们现在探讨的是守诺言嘛。一个守诺言的人说：“你不要跟人家讲你不要跟人家讲我跟你讲的这些事怎么办？”我们基督徒时常在做这件事，人家会跟你讲他的需要、他的问题，那你要保守秘密像现在牧师要推动这个代祷团队实际上第一个问题就在挑战的就是这个问题。在眺望信徒怎么进入，他需要人家带祷，可是祷告的过程当中都是跟
守诺言有关系，因为他必须要打开心，好，可是当他填写不公开的时候，他也要信任哦，他还要信任牧者，信任教会，信任这个团体的小会员，甚至信任这个团体所要做的这个中保代祷的事工哦。所以其实我觉得守诺言、守信用这个承诺啊，在基督徒的一生当中都在面对。而我们该怎么做？好，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需要智慧的，因为有很多东西，如果你太过于诚实，好像又会产生争端。好像我记得，像我的母亲，好讲话就是比较直接。好，他有些事情，人家问他，跟他陈述了一些，他马上就会讲出他心里面的话。好，那有些时候这种话语又好像在当下都造成了伤害，可是事过变迁之后，从最后再来观看的时候，又好像又没事，而且又感觉又是一种祝福。所以我时常在想，基督徒怎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跟人跟上帝，怎么在这个守信用的诺言当中，再做一个判断的智慧啊。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而且非常不容易。好，那我们再来继续来看一段圣经节，来第5章马太福音第5章37节，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5章37节。这段话是在讲有关启示啦，好，就是说你甲上帝救抓的代志，好，这些对天启示的，这就是守诺言嘛。我敢，上帝啊，如果我怎么这种过程那37节他说你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其实我觉得这句话很有意思哦。这句话圣经里面在谈论，就是在讲诺言的事情嘛。不是吗？好，有人是说你到底有没有帮我守约定啊？我不是跟你讲不可以跟人家讲吗？你有没有常常遇过这个问题？有哦。好，你跟你的孩子就常常遇到了。好，我就在想我的孩子如果长大了一点他就会开始跟我争论这个问题了。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他们彼此就会开始有这个所谓的信用问题。好，所以我觉得小孩子、小朋友都会有这种状况我觉得在朋友友谊之间的关系，偶尔也常是这样。特别我觉得你们要时常为牧师祷告因为牧师时常听了很多事情，然后你们知道很有趣我举个例子有一个信徒他会跟牧师讲，牧师，我跟你讲这些事情我真的预备很久，我才跟你说你不要跟人家讲可是这个信徒他讲的这个问题呢，又是全教会大家都非常关心的一个人。那接下来同工就会来找牧师了，他就会说，牧师那个姐妹那个弟兄他最近好吗？你可以稍微跟我分享一下他的状况吗？来，如果你是牧师，是不是就是考量到了现在我们在探讨的诺言问题了，对不对？好，一个说他不能说，牧师你不可以讲出去那当同工又关心他的时候，你知道牧师唯一可以做的只有我后来想的最好的方法是什么？你可以主动去问他，关心他好，可是我也曾经这样做过。当我告诉同工说你可以主动去问他，关心他，就有同工会想了，你一定会想到这个牧师他根本就没有关心我问他他都不知道。我要告诉你这在教会里面是时常有的所以一间教会里面，你知道吗？人跟人之间这种诺言的关系，时常都在发生。可是我们怎么样站在一个上帝的心意里面去做好这个守诺言的方式，其实是我们需要从圣经里面一起来探讨。所以呢，圣经里面他教导我们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所以通常我跟大家分享牧师的经验我曾经被同工这样问到最后。他就说，牧师这一位弟兄或这一位姐妹他是不是怎么了？因为我去关心他的时候，他是不是怎样？我发现他跟这个姐妹所跟我讲的似乎是雷同的。
我就怎么做？我就说是，没错，是就说是。可是问题来了，我是不是对这个同工说是了？对吗？我诚实嘛，对不对？好，我也是希望，就像我们刚刚所看的箴言，做一个通达人。可是你要记得哦，我们刚看的启示录那里讲到那个通达人讲的是一种节制哦，有些话语你必须要隐藏啊。我要告诉各位，真的，当时候牧师的经验，我发现有些事情我没有把它隐藏住，结果就导致了什么？最后流传到最后，这个当事者他说：“牧师，你并没有守信用哦，你为什么你去跟人家讲？其实如果你了解了牧师刚刚讲的这整个的背后，你会发现，其实牧师有讲吗？其实并没有讲，懂我意思吗？所以我要告诉各位哦，这不是不可能哦。为什么信仰里头守诺言是那么的重要？而且我们真的要有智慧，要从圣经里面的话语去了解明白这整个的先后顺序。好，牧师不希望讲得太复杂，让大家可能会搞混哈。但是牧师希望大家能够明白，有些时候当我们在守诺言里面，如果你并不是一个真心学习，就像圣经所说的，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而且你是用一种多话再多说话的这种念头在处理解决问题。我要告诉你，你可能会在那种我跟你保证跟约束当中，你会很痛苦，你做基督徒会很痛苦。所以你会发现，为什么有很多基督徒他很喜欢跟人讲话、沟通、讲话，可是他这种人他特别心里面很复杂，他会时常好像很忧郁症，因为他喜欢在那当中无法抓到一个什么叫做真正的生命的答案。所以其实牧师我有非常深刻的体悟，发现说其实基督徒学习从神的话语去明白，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我们不要做一个再多说话的人。注意哦，圣经是说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如果这个前提大家没有，而是先以多说话的方式来解释自己，我并没有，我怎么了，我怎么样，反而会让你自己的生命更加的复杂，而且让心思会更加的难受。好，所以呢，有些时候你以为你好像说了很多话，好像解释了，可是你会跟这个人的关系会感觉很疏远，这叫把人拒于千里之外。所以为什么有些人你会发现他怎么解释好像怎么解释好像都厘清不清楚。现在我们在看台湾这个政坛上的领袖这种三党有些时候你就可以看出类似这种概念就是说是他并没有说是啊，不是他也说是，所以在那过程当中就是怎么样，你会发现他所说的话并不是一个诚信的关系。好，所以我们再来看一段圣经节箴言第16章，箴言第16章6到7节。可能讲这些东西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复杂，有机会我们可以在当面可以再跟各位，我们可以一起好好去探讨了因为牧师在短短时间可能没有办法那么的清楚跟大家详细的说明好，那我们来看第6节，我们一起来读来，因怜悯诚实，罪孽得赎，敬畏耶和华的，远离恶事。人所行的，若蒙耶和华喜悦，耶和华也使他的仇敌与他和好。所以我要告诉各位当人所行的不蒙上帝喜悦，你会发现你跟你的朋友甚至跟你有所敌对的人，你很难跟他重新做和好的关系。为什么？因为第6节，因为怜悯诚实，罪孽才能够真正得蒙救赎了。我要告诉各位怜悯诚实是指人不是指上帝一个人如果他对神有忠贞的爱，对神对人都会有这种心的时候，我要告诉各位，他的罪才会得以被救赎了。所以上帝他对他的选民的基本要求就是他一定要有怜悯人的心而且他还要怎么样？要诚实懂得诚实所以我要告诉各位
一个人如果他能够对上帝、对人有那种怜悯人的心，他的心会不会有爱？会。而且呢，他就是一个忠信的信徒，做忠信的啦，做忠信的。然后呢，他的行为才能够帮助他遮掩他生命的罪恶，得蒙上帝的怜悯救赎。好，所以敬畏上帝的人才不会犯罪啦。好，所以这段话他在讲的是这个意思。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他一定要学习有怜悯人的心，有怜悯人的心，而且对任何事情、对上帝、对人，他会有诚实的态度。所以牧师真的很鼓励各位我们要怎么样做一个守诺言的人、诚信的人，一定要回到圣经里面教导的。因为我们的生命如果没有得蒙救赎，我们往往是用一个有一个私利那种自私的心态在处理事情，在说话。所以这样子的过程，我们没有办法远离上帝不喜悦的事情，我们反而在那个神所不喜悦的事情上面在说话，在做事情。好，所以这一段话是希望大家能够明白，人所行的，若要蒙上帝喜悦，上帝自然也会使他与仇敌的关系和好。所以这个里的重点在什么？在你会跟你的仇敌会不会有和好关系啊？我觉得基督徒不是只有跟那个好人建立关系呢。我牧师很喜欢挑战自己有没有办法跟那种很容易跟我有所敌对关系的人重新建立关系啦。我很希望能够突破自己，甚至有一些行为上可能态度上不是很 OK 的人，我很喜欢眺望自己有没有这种能力去跟他能够用一个怜悯人的心，然后诚实的让我的生命能够影响到这一个人。好，那我觉得我的生命才是真正好像是得蒙救赎的人。因为有很多时候我们的能力是需要在这个过程当中被激发出来的。好，我们再来看一段圣经节约翰一书，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先看到这边有没有问题？可以好，那有问题我们再来讨论约翰一书2章1到6节。好，这一段话从第1节到第2节是比较消极方面的也就是说不是说消极啊，应该是说好，我们先一起来看好了。我小子们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第3节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人若说我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好，这里讲到第1节到第2节，讲的是比较客观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们有犯罪，对不对？第1节说，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义者耶稣基督做了挽回祭，对不对？这是一个有一点像是知识啊。你今晚永杰知识的角度我知我知好，耶稣为了我们的罪，上帝为了我们的罪，他透过耶稣基督作为一个中保来救我们，对不对？好，但是不是只有救我们他讲的还很普世是普天下的人不是只有你好，这个知识大概懂了第3点如果你懂了你说这么好，都不用做什么事情，我就可以得蒙救赎
好，我犯罪也可以得蒙救赎。可是第3节他讲到了，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注意他特别强调一个条件了，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了。也就是说，我刚刚讲第1节到第2节，你认识耶稣要救你吗？我认识，我认识。可是他有讲到条件3第3节说什么？遵守诫命才是怎么样？晓得是认识他的。也就是说，你认识了耶稣基督这件事情的做法，你要先做什么事情？要遵守诫命啊。好，所以我觉得有很多人他认为说他不用遵守诫命，反正耶稣已经救我的罪了，以后我一定会回天家了。有没有这种人？有可能搞不好你现在还是你这么认为我不一定要奉献，我不一定要去跟我的跟那个产生冲突、教会的冲突的人去重新跟他和解和好。我告诉你，可能你就是那一个不遵守他诫命的人那我要告诉你，你就没有办法真正认识上帝所爱我们的心意，是要我们如同耶稣，他是舍他的生命的罪舍他生命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的罪。好，所以我们要记得第4节他说，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注意，就是我刚刚讲的，你就是什么？便是说谎话了，真理也不在他的心里面。好，现在来看我这边我们回到刚刚那个议题，守诺言。我们回到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刚刚看的不就是一种守诺言的关系吗？我们知道我知道为什么我来教会，我认识这个信仰，就是因为耶稣，上帝爱我们，透过耶稣要救我们，对吗？我们的灵魂才能得救嘛。可是我们却不遵守我们都不遵守诫命，我们也不想要好好去突破我们生命的盲点，去改变自己。从我们跟神的关系上，我们就已经不守诺言、不守信用了啦，懂我意思了吗？上帝爱你，可是你却把自己置身在一个，就像什么？就像是一个享受恩典，我很喜欢。可是当我要付出代价的时候，我很苦恼，我都闪避。我告诉你，这是一个很不守信用的人。虽然可能大家都不晓得这叫不守信用，可是我觉得，在我跟神的约定，我们都受洗了，对不对？简单讲，受洗就是一种约定了啦。受洗是一种约定。我今天跟神立定一个心志，主啊，我把我的生命交在主你的手中，让你的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洗净我的罪。我认定你。所以我相信我是属神的。我如果是属神的，你今天可以说你是属于我们大桥教会的一份子，每次只要要吃饭你就要来，每次要享受的时候你就来，可是要你做一点事帮忙的时候你就不要，可以吗？好，我再举一个例子，你在你的家里面，如果你的孩子他每次只是茶来张口，茶来伸手，饭来张口，他完全都不想要尽一份任何家庭的责任跟义务。我再讲一个更广的，一个国家如果一个国民，什么叫做公民？公民就是要什么呀？要行使公民的责任跟义务嘛。什么时候会变成公民？投票的可以有选举权，成年按照我们的宪法规定嘛，对不对？好，所以呢，我们可以知道基督徒有没有这种身份，也是有的。那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不用受洗。我觉得，但是如果我们跟神有这种约定，我时常在想，为什么耶稣他要受洗，他要让施洗约翰帮他施洗，他也是在尽他应该尽的义务因为每一个人都在看他。他了解，可是唯一不一样的，耶稣他受洗是受什么洗？圣灵的洗。所以我们要知道，基督徒在认识真理的时候很特别当我们了解到什么是诺言，我觉得这是一种诚信的关系。我们跟神有没有尽到这种关系？
所以我牧师时常在看说，当我们时常说我是在神的教会，我是在神的国度里面，可是有些信徒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我每一个礼拜一定要去教会聚会？你光用聚会参与聚会，你就可以看出不同的信徒的心态了，跟神的关系。所以我一直觉得这个守诺言其实是一个非常广、非常有趣的一个功课。好，你可能会认为说信主的人不必要那么的严肃啦，好，我们可以不用那么严肃啦，哈。可是呢，牧师是期待，当我们去关怀一个新家人，我最近牧师发现我们有一位姐妹，当她上一次我们要选举的时候，她说她必须要去一个地方去做一个志工。她说牧师，我不能不去。我说没关系，但是我要告诉你，礼拜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你要把它牢记在心，因为这是属神的。她把那句话就记在心里面，她就认定说好，我要学习，我必须要跟神有一个立定心志的关系。她知道这个叫做信用关系。所以当有人告诉她，如果你要离开教会，你就要把别人所给予你的恩典你要归还啊，你知道吗？她说什么？她说好，因为她这一句话，我如果真的不能来，我一定要还钱给人家。我觉得当然我们不会真的跟她拿，懂我意思吗？可是我觉得在这个还没有真正领受到这份恩典祝福的，他还没有明白很清楚的人来说，他是一个守信用的人，是一个守诺言的人。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好好的去带领我们的弟兄姐妹了解，我们基督徒的关系除了是讲爱的关系啦，我觉得守信用的关系也是很重要。所以为什么要准时早一点到嘛？这也是一种嘛。学生老师跟学生关系一定也是这样，对不对？做学生的一定要做好学生的本分，那个本分就是守诺言的关系。我今天做学生准时嘛，准时就是诺言啦，诚信关系啦。好，我在工作，我公司行号，我一定要准时，这就是一种诚信关系。好，我们再来继续看下去哈，因为当我们有这份心，就如同我们刚刚所看的第5节，凡遵守主道的，注意哦，爱神的心在他里面才会完全啊。注意哦，爱上帝的心在他里面要完全的条件是什么？这句话第5节，凡遵守主道的，爱上帝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我在反推，爱上帝的心在他里头，在他的生命里面会完美啊，必须要怎么样？就是第5节的一开始所说的，凡遵守主道理的，也就是行动了。你有没有行动了？所以其实我们今天讲到很多诺言、守诺言、守信用，都是跟你有没有行动有关联啊。好，所以牧师鼓励各位，我们真的要有所行动。当我们说我们爱上帝，我们要透过行动来回应神。好，所以他第5节后面说什么？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的。所以我要问各位，你有没有看到有些信徒他不晓得他自己在主，他在主的恩典里面哦，他在主的爱里面哦，所以他自己本身也不遵守神的道，他也不知道怎么去爱上帝。有没有发现？我再讲一次哦，他不知道自己是在恩典当中。我们反推回去哦，他不知道自己在神的恩典里面，就是没有在主里的。那如果不在主里的人，不知道在主的恩典当中的人，他会怎么样？第一个，他不会遵守神的道理，对吗？很简单，这是必然的嘛。好，因为他不觉得他自己在恩典当中，他也不会感谢上帝，他不会感恩呢，甚至呢，他也不知道怎么爱上帝啊。所以呢，这样的基督徒往往会让自己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生命状态里面。第6节，人若说我住在主里面，就应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啊。也就是上帝要我们，上帝怎么做，这个主耶稣他怎么做，我们就学习怎么做；上帝要怎么做，我们就试着怎么做。所以其实牧师讲的好像都是在针对文字来做解释，
可是实际上，我从文字当中我发现它有非常深刻的，在我们的生命、信仰生命里面，真的是如此。我们在看待自己的生命，不是单纯的一个知识，这个知识是必须要学习去遵守，是一种约定，我们跟神的约定。好，我们跟神有这种约定关系，我们跟人应不应该？更应该啊，不是吗？所以守诺言的关系重不重要？哦，很重要，而且不容易，非常不容易。所以我们再来看一段圣经，看2段圣经节民数记30章。我们来看民数记，民数记30章1到2节。好，摩西晓谕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领说，耶和华所吩咐的乃是这样：人若向耶和华许愿或起誓，要约束自己哦，就不可以食言哦，必要按口中所出的一切话去行的。所以我要问各位我们时常在上帝面前我们有没有跟上帝求啊？有吗？我们常常在求啊，可是我们求完好像我们都不会去回应上帝啊。所以为什么牧师会教导各位，我们在代祷团里面有一张卡叫做什么卡？应允卡。这个应允卡就有点类似这种意思。当我们跟神求，我们也应当对上帝，我们应当要有所回应。基督徒不单单只是领受恩典，我们更应当要学习如何遵守神的道、真理来走。甚至呢，当我们有所求、有所上帝应许的时候，我们要大胆的跟人，或许你可以用有智慧的方式，好好去跟人家分享，好让人家明白，是你厉害还是上帝厉害？当然是上帝厉害，当然是我们的神是奇妙的神，是听我们祷告的上帝。好，我们再来看一段圣经节，传道书第5章，传道书第5章4到5节。这段话其实是出在第5章，它里面在讲到有关如何敬畏上帝，在上帝的殿中要怎么做，我觉得很有非常有励志性质来，第5章第4节到第5节说：你向上帝许愿，偿还不可迟延，因他不喜悦愚昧人，所以你许的愿应当偿还。你许愿不还，不如不许。好，到这边，我觉得当然这个话是旧约时期当然我觉得对我来讲，我觉得我终于能够理解为什么在教会里头，你有没有发现，有些人当他发生一件事情有转机有转圜的时候，他会对上帝充满感恩，就会奉献。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往往真的要去体会祷告神应许甚至蒙福的工作。我自己牧师本身，我过去我不晓得为什么我的母亲总是喜欢奉献比别人还多。我时常跟人家分享，我的母亲她从小是在孤儿院长大，那从小她就是在贫困的环境长大，那一直到我现在我们的家庭环境里头，我母亲总是，我跟我的母亲说：“妈妈，为什么你要奉献这么多？”她总是跟我讲一句话，她说：“所有这一切，你们所拥有、享受得到的，都是上帝给的。”我其实一开始不是很明白，可是当我实际去照着我们所拥有的去把它核算过，我发现的确，真的我们并没有花任何一分钱啊。所以我要问各位
如果你是站在一个数学数理方面去做核算的话，如果你懂得去数算神的恩典，你会发现对上帝的感恩的心，这个约定关系，你要不要对上帝有所承诺？其实是要的。因为上帝，如果你会懂得去看上帝所给你的恩典，你会去核算、数算恩典，你会发现你领受很多白白的恩典。所以为什么牧师时常跟这些年轻人他们在学去年我记得钟璇当他刚开始在学吉他、电吉他的时候，第一个他花电吉他要钱，花了2万多块，2万块，然后又要学吉他、学电吉他，一节课好像700块，如果20堂就多少了？14000了，对吗？好，14000哦。如果40堂多少？14000不是40万吗？好，如果再多一点，你会发现这些钱对他来讲，他一定会觉得，如果他算的是他付出的，他一定觉得好像很多，不一定要花这个钱。可是我以前也是这样，牧师也曾经这样想过，我花这些钱，然后好像看起来好像很奢侈，好像很付出了那么多。可是现在我在看我自己做牧者我发现我比很多教会，当他们要去请人家来教课我省很多钱，真的，我省了很多钱，省了很多教会必须要付出老师的费用真的。我曾经算过，我们教会曾经办过这些吉他课程我们上过的课差不多也从疫情建堂期间开始做过。如果一堂课700块的老师费用的话，实际上花起来也大概5、6千块以上，教会要负担的。所以实质上，我觉得未来还有很长远的路。当我们如何数算神的恩典，其实我们就懂得我们跟神的这个约定关系。所以我们今天谈到守诺言，其实对我们新家人的关怀，包含我们现在的我们要多一点为我们的新天老师来祷告。未来我们要一起同工，做神国度工作、教会的建造。有很多我们会接触到很多弟兄姐妹，弟兄姐妹也会开始跟你谈信仰。可是当他们跟你谈信仰的时候，一定会谈论到很多他生命的问题。那这些生命的问题该怎么做？他可能也会有诚信的问题，会跟你讲，你不可以跟牧师讲，真的，你也不可以。当他跟你讲不可以跟牧师讲的时候，你要怎么回应？当他需要你的时候，你要怎么把他带到上帝的面前？我觉得我们不是只有我们的同工，还有在座每一个弟兄姐妹。当你的家人，当他希望把他的事情交付给你的时候，你要怎么在一个有智慧的言语上做一个通达的人，在一个生命懂得不被蒙羞的生命里面来彰显神的荣耀。所以这是我们学习今天很重要的一个功课。基督徒如何在我们的信仰生命里面做一个诚信的人，而且让人家觉得你是一个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再多说都是出于那恶者。小心如果我们不是这样的人，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像那个再多说是出于恶者。有些时候我们会让魔鬼有机可乘。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同心祷告，为我们的生命能够学习在我们跟信徒之间的关系，在我们牧养陪伴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中，我们如何做一个有智慧诚信的人，然后在神的面前得蒙神的祝福。我们恳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感谢你带领我们一起同心在神的面前，我们学习做一个守信用的人。主啊，我们特别将我们的生命带到主你的面前。我们首先在你的面前，我们学习做一个遵守神约定的人，就是守你的诫命，遵守主你的道。当你要我们去爱人，我们就学习去包容人、爱人，去赦免人。因为神你怜悯我们，你也赦免我们的罪。我们要学习包容人、怜悯人、赦免人对我们的不好，对我们的言语的冲突。有求主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在彼此关怀当中彼此激励，让我们学习在
言语当中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如果多说，都是出于那恶者。我们学习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我们要时常熟读你的话语，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我们学习先看懂、看清楚，主，你做我们脚前的灯，我们现在的境遇，我们现在的情况，我们该怎么走，我们才能够看见我们远程你所为我们路上的光，我们该如何来走。愿主你成为我们的帮助，带领我们的生命走在合神心意的道路上，建造一个属神所喜悦的教会。愿主你赐福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天气寒冷，也恳求神，你火热的灵充满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身上，让我们每一个血管细胞，让我们的身体都能够因你而更加的火热，为主你做光做盐，荣耀神，为主你传递福音。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感谢主，让我们同一时间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我们同一时间一起来学习聆听神的话。愿主赐福大家平安。